換亮絲襪肌，重拾自信底氣。在消費升級與健康意識覺醒的當下，絲襪護理已從隱形需求轉變為剛需賽道。00後女性對絲襪護理的關注度年增超40%，其中絲襪部位色素沉著引發的自信困擾，成為眾多女士的隱蔽痛點。Bare Beauty Intimate 私處美白精華，以溫和配方為核心，摒棄刺激性成分，直擊黑色素沉澱根源，在守護絲襪肌膚健康的同時，實現自然暖亮，改善絲襪部位湍燥粗糙問題，讓肌膚呈現細膩光澤感，質地清爽不黏膩，無殘留感，不會沾染衣物。4周即可觀察到膚色逐漸均勻提亮，讓每一位女士都能擺脫顧慮，重拾從容自信。